太極講求養生，而佢嘅養生內容咧，亦都非常之廣泛嘅。咁包括有中醫啊、武術啊等等。咁我哋今集咧呢一個中國武術之太極拳咧，仍然有史生同我哋喺度講解嘅。咁今集會講解呢一個養生嘅療效啦，同埋太極拳嗰個實用性嘅。咁其實史生想問下咧，其實太極拳嚟講咧，好似話練唔同嘅套術咧，可以幫到身體唔同嘅機能嘅，又話會對個胃啊或者心肝脾肺腎唔同嘅地方用唔同嘅套術去練咧，就會對身體好嘅。呢個係咪真嘅咧？嗱，其實咧練任何運動咧，唔單止武術咧，都當然一定對身體會好嘅。咁但係太極拳比較俾人感覺會特別好啲，因為太極拳鍛鍊嘅時候咧，佢係以柔即係話你要自然，而你唔會去刻意去谷某一個肌肉或者某一個關節。咁嘅時候咧，如果嗰啲要谷某一個肌肉或者某一組關節嘅時候，好容易如果方法錯咗咧，會谷傷，甚至可能會令到反效果。但係太極拳咧，因為你柔啊嘛，你唔需要刻意用力嘅時候，就算姿勢錯少少，佢唔會令到你肌肉或者關節受傷。咁呢個一點。第二點咧，就係其實每種運動咧，帶氧運動咧，佢令到個新陳代謝快，血液循環好，呼吸系統好嘅話咧，佢自然咧就會對嗰個五臟六腑咧就會有一定嘅幫助。咁譬如你行氣活血，我哋中醫所講氣通則血順，咁你要行氣活血，血液裏邊多養分嘅話咧，咁你咪自然大腦啊、精神啊都會好咯。咁所以其實係對五臟六腑好咧，係因為佢係整體運動，包括腰腳關，甚至去到腳眼一個關節，你都會練到嘅話咧，一定係會間接。如果我哋相信腳底按摩係可以反射心肝脾肺腎嘅話咧，太極就亦都係一個原理，所以係真嘅。唔單止係五臟六腑，即係筋骨嘅關節啊，都會涉及到。咁同樣咧，就係話好多唔同嘅太極門派，譬如陳楊武孫咁計啦，以陳家係最早啦，歷史嚟講，跟住楊式、吳式，其實佢演練個方式完全都睇落唔係一樣嘅。譬如陳式有時有啲光猛嘅，但係咧佢到最後咧，其實攞得佢嘅效果都係一樣。咁反為咧，就好多太極師傅係唔強調喺鍛鍊嘅時候要谷行。譬如有啲門派佢突然間要谷行去打咧，其實呢個好多時係大力揼地下可能會震傷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太極拳嘅要義就話，盡量喺鍛鍊嘅時候適應個身體狀況。當你打到呢度，咦，我企唔到咁低喎，或者打唔到，你就會好停啦。你唔好夾硬去將個筋骨伸展，因為人咧係會受傷。咁所以唔同嘅門派嘅太極咧，如果佢係訓練適當嘅話咧，都其實嘅效果都係一樣，唔會話某一個門派又話心臟特別好，某一個門派胃啊特別好。其實呢啲係一種坊間嘅誤解嚟嘅。道教咧就講修身修性啊，咁其實喺呢一個嘅思想上咧，我哋講話順應自然噶嘛。咁除咗太極拳可以令到我哋個身體機能好之外，咁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思想上都有幫助咧？嗱，其實太極拳咧有句拳法嘅叫重意不重力。太極拳咧除咗練個方、練嗰個形式之外咧，我哋好講求個意念。即係話喺太極拳鍛鍊嘅過程，演練嗰100式或者幾廿式嘅太極拳，我哋嘅思想要集中。思想集中之後，我哋唔會再諗其他嘢。咁喺嗰段時期咧，你個思想集中咗喺太極拳嘅意念或者拳法裏邊咧，你就冇其他嘅雜念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就係話人咧，如果身體除咗係 physical 即係話體能嘅鍛鍊之外咧，如果個思想壓力大嘅話咧，就會好多病嘅。咁太極拳有個好處就係話佢要求你喺鍛鍊嗰10零分鐘太極拳係唔好諗其他嘢，咁你個思想咪有咁減壓作用，就係令到心境平和咯。咁所以好多人就話，如果你係脾氣暴躁嘅話咧，你最好就係練多啲太極拳啦。正如我自己都係好早練太極拳，咁都真係覺得練完太極拳之後，哇，可能好多壓力，但係練完咧瞓覺都特別好啲嘅。或者朝頭早打完一個太極拳嘅時候咧，個思想咧都係特別清晰嘅。咁所以我哋叫人喺打太極拳嘅時候，初期就要刻意記住嗰個形式，每個姿勢。但係到最後咧，個姿勢順其自然咗之後咧，你個腦嗰個概念咧，唔好再拘泥喺嗰個動作上面，喺個意念。所以有啲人就話太極拳咧3年咧就淨係得嗰個形式，冇10年咧都要令唔到個意念。因為呢個意念除咗喺精神得到減壓之外咧，喺攻擊上咧，你全身攻擊嗰個力度咧一定會大啲。
所以意念就係咁解。越集中就可以嗰個力度越好，同埋心靈咧，亦都會得到一個舒緩啊！咦，即係好似如果學得越耐，就好似更加會好享受呢一個過程添啊！冇錯啦。咁其實太極拳咧，我知道我哋仲講緊道教有講呢一個八卦，咁點樣太極拳同呢個八卦構上關係？嗱，我哋呢一個地下就有一個好大個嘅八卦啦。咁喺太極拳裏面點樣同佢起咗一個關係咧？嗱，太極拳咧，其實個八卦咧就係8種手法。咁同真正嘅天地風火啊、雷山澤風咧係冇乜關係嘅。咁係8種手法。咁我一陣咧就會喺動作上咧就示範8種嘅不同嘅手法，4種正身，4種偏身。好，咁我哋一陣間就睇下呢一個先生嘅示範。嗱，我哋唔同嘅方式演繹過所謂陰陽五行，跟住落嚟我所謂八卦。傳統嘅八卦易經裏邊咧就係東南西北四方，再加東南西南、東北西北。而另外個代表嘅咧就係天地水火雷山澤風，或者我哋乾坤震撼對離根實。咁但係呢幾種嘢同太極裏邊所謂八卦係咪一樣咧？其實我不嬲都以我個人嘅經驗嚟講咧，只不過將8種不同嘅動作去穿鑿附會，所謂八卦。太極13勢就係五行，即係5個方位加8種動作。而8種動作裏邊咧，就有所謂4正4餘。4正即係話4個正身嘅動作，掤理制按；而4餘咧就4個偏身嘅動作，以側身打為主，就所謂採挒抓靠。即係話，如果用套落八卦嘅話咧，就係4個正方，東南西北；4個偏方就係東南西南、東北西北。咁但係實際上呢個係冇關係嘅，係8種動作咁解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叫個徒弟示範下少少所謂4正4餘俾大家睇下。好嗱，大家睇過正佢剛才嘅示範個動作咧，其實咧喺太極楊式太極裏邊咧，一組動作叫攬着尾。其實攬着尾咧，已經裏包含咗4種正身動作，就係掤理制按。嗱，我叫再睇多次慢動作。嗱，第一掤正身將人拎開、推開或者擋開，理即係話拉佢落嚟。制即係正身向前頂，以一個力用後身力；按就雙前向上推，按下對方或者推開對方，都係叫做按。嗱，咁所以睇得到，如果睇下咧，所謂八卦咧，呢個我哋叫正八卦正四方，其實咧同四方東南西北咧冇必然關係嘅。咁跟住落嚟咧，4正4餘咧，佢會示範少少另外一個動作。跟住嚟，我示範關係唔可能示範晒8種動作，我只係示範一個所謂靠勁俾大家睇下。嗱，佢而家攻擊我，打出嚟，好快咁。嗱，我係用個膊頭偏身靠勁。如果快唔好睇少個膊頭撞。如果你配合到個腰馬，後腿摁前發力，前腿一踏。呢一個靠勁咧，得出嚟嘅效果咧，我曾經試過親身200磅嘅一個鬼佬，俾佢一個靠勁咧，達出10尺8尺。呢個靠勁咧，個發揮嘅效力都好大嘅。咁大家經過呢次片段之後，就睇到掤理制按、採挒抓靠，同原本我哋所認識嘅八卦咧個實際嘅關係啦。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，道通天地 www.taoist.tv